地主嘅第一站，便来到了啲中南部嘅 San Antonio， 去到商业有名嘅 Dallas， 有一位石油出名嘅工业红太上 Houston 共用。除咗 NBA 嘅马刺队之外，特别是喺地主嘅墨西哥统治时期束缚嘅 San Antonio， 因为丰富嘅地面文化同有名，都竟行喺保留定罗镇用嘅有限雅致。所以就先到市中心，然后当地嘅乡亲见面咯。Hello Jason， 嘿，大汉，你好，你好，你好，哇哦，欢迎来到 San Antonio。第一次来 San Antonio 吗？真嘅第一擺來。哦不過我來到亞洲時節，嗯我知道亞洲城市本來感覺很不像美國誒，真的是，因為亞洲嘅單槍嘅基調講法就談到懂得嘅嗰種西班牙話。因為在這裡德州本身的墨西哥人口比較多，所以呢，在這邊的話，大部分人的人他們的第二語言就是西班牙話。聽一感覺可以講，這邊的城市感覺是一個非常觀光的城市，因為看到很多的有些紀念品店，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後面都是遊客。這一個就是我們在德州 San Antonio 最著名的觀光景點阿拉莫城。哦，還有糖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歷史是有一位西班牙的傳教士成立的一個傳教據點。後來呢，因為被西班牙的游騎兵來作為據點，成為營地。那一隊西班牙兵是從墨西哥的阿拉莫市來的，所以這裡才會被叫做阿拉莫。我記得那時候好像聽他們是不是就是這邊會有受到很多的攻擊？對，當時駐紮在這裡的美軍一共有差不多200多人，墨西哥他們派遣了4000到5000人的兵來這裡鎮壓。當時就是以一個以一擋百，有一點300壯士的概念。因此這裡就有一句名言，大家朗朗上口，常常講 Remember the Alamo， 記住阿拉莫。以當時美軍在這裡死守堡壘的精神，去執行護衛國家的任務。1836年，阿賓哥迪亞嘅犧牲，牽出了德克薩斯人嘅鬥志，前面讓德克薩斯對墨西哥雙方獨立，變做德克薩斯共和國，漢卡係美國唯一獨立國嘅州。雖然共和國長有9年嘅歷史，不過就做嚟講係對族人當驕傲嘅事情。阿拉莫漢卡變做美國人愛國和犧牲精神嘅代表。San Antonio未變做所有德族人天初愛去嘅所在。每次都San Antonio要在赏识被懂梯片，到哪里都看得到这个河流。剛開始在1921年的時候，有一場洪水奪走了 San Antonio 50條人命，所以自從那個時候開始呢，政府就開始注重河道的整治計劃。而且它整個城市的這個綠化環境也做得很好。你像有按那個河巴穿過這種城市裡面的地方也不多，像好像威尼斯，我們大家都知道，沒有錯，有很多小船可以在城市裡面。沒有錯，沒有錯。所以啊，德州 San Antonio 其實也有被稱作一個小威尼斯，德州小威尼斯這個美名。每裡面有按那個賞識跟規劃，其實也吸引到更多的觀光客來。沒有錯。你像啊，一般的賞識哈，就有一個，我自己覺得就是有一個很特別的趨勢，就是越往南走，然後越熱的地方，通常那邊的人也會開乾夜氣。要天沒黑嗎？大部分的情況都是這樣。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這裡的墨西哥人比較多，對他們的民族性來說的話，本身就是屬於比較熱情的。離墨西哥邊境無3點鐘車程嘅 San Antonio，幾百年來同墨西哥嘅關係統稱。唔但將有600客家嘅墨西哥後代人，上市地度萬乃做得看到面目融合嘅人文風情，也會完全打破了我對德族牛仔文化嘅現代想法。所有嘅一切完全冇共用，每本我對啲當地3萬想做警察嘅 Jason 充滿好奇。就很該當時啊，你有沒有想要來到美國那邊讀書？剛開始想來這裡，其實是因為家裡的人的安排。我爸爸那時候在我5歲那一年，有來到美國這裡進修1年，對，所以他自己本身對於西方教育有一定的概念，就想說幫我們安排來這裡讀書的一個管道。該當時7家13人吧，還是說全家人一起來？當時的話就是我和我妹。那時候我爸爸剛開始來的時候，在這裡跟我們伴讀了差不多2到3年左右，然後就是在這裡這樣先讀高中，然後慢慢發展，摸索自己的興趣。我還以為你是專門為了想要就是在這邊念當警察，然後有這個夢想才來的。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對我自己的夢想是捉摸不定的。後來是因為發現說自己的爺爺以前在台灣民國初期的時候，在警察學校做教官。
想说传承他自己的志向。我身为这个身份，我穿着这一套制服，就是为了要帮助所需要帮助的人而来。打击犯罪的话，对我来讲是其次，因为这个社会我自己本身的分析，需要的是爱心，会比较多啦。迄啲动体青年嘅 Jason 係勇猛嚇人，此時喺台北太極記，喺武漢人嘅鼓勵下，老老妹強下去美國讀書。太學時期，因為接觸到犯罪學，還希望上小阿公為國人服務嘅想法，落實研究社會犯罪嘅原因。也今年當出現嘅神槍警罪實習，一下第三堂日，殯儀群嘅警總辦公室就很嚴重，老警罪處理顧問，今日機會東南地。就聽聽 Jason 嘅腳譜，來了解佢哋動體警嘅好事嘅情形。哦，這個是落來啲都係一個案件嘛，對不對？對啊，跟我不過也完全冇種警政單位。哎，這裡的話其實是我們的招募小組以及他們的受刑人的探訪中心。哦，所以這裡的話常常會有受刑人家屬過來這裡等候。等一下裡面部分的話，你就會看到我們有什麼設備來促進所謂警民方面的便利性系統。一片的警察嗰種分層制度，然後台灣有冇個差別？台灣應該提供那種刑警啊、分局啊，或者是說派出所按呢。有關分層制度的話，這裡很簡單，就可以分為4個層級：一市警局，2就是郡，也就是我們；3州警。4，也就是聯邦調查局。唔講你將啲美國也得呗，變做一個真實嘅警察，經過嘛個程序。因為我們這裡的郡警部門的話，它本身是需要在看守所擔任矯正官2年，才可以考試成為巡警。你在做矯正官這2年的同時，你可以了解到他們這一些犯人在生活上的一些互動。在2年過後成為巡警，你就可以了解說，他們在現實的生活上是怎麼樣子的方式？對，基本上就是這樣。像你下第一個單位啊，鴉片你的辦公室沒地啊？其實我目前的部分的話是沒有辦公室的，對，我目前所屬的單位是屬於助理顧問，所以每一個部門方面的話，我都會到處去了解他們的所謂行政狀況以及他們的處理方式，跟台灣那邊有什麼差異，有什麼不同，把美國這裡所先進的部分回去台灣匯報，溝通。身份其實蠻算很特別，算是特別的。以前比較沒有的。因為我自己本身在畢業後要回台灣當兵，透過這樣的情況，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助理顧問所屬單位，讓我可以去為2個國家的警政部門建構一個橋梁。確定愛做警察嘅 Jason， 一方面為到愛留好多嘅帶轉台灣來打拼，一方面發現啲啊多嚴重錯變順有名嘅國家地圖。做地講其他語言嘅基本語言色彩無多，故作限卡確定自家嘅贏面，為圓夢前進。老一開始冇目標，適應困難生活比起來，一下嘅佢覺得又充實又變色。就你啲招募嘅時節、選人嘅時節啊，你有沒有特別就是會，它有某些特質是會特別吸引你，有可能比較可以加入這個警察工作。We have an applicant that comes to us. We want them to be self-assured, of course, with a clean background. We want them to be able to stand on their own 2 feet, be accountable and responsible. We want them to have a voice and to have a command presence. 有年齡的限制嗎？年齡限制的部分就是19歲以上。好像19歲以上。沒有錯。老的也可以。老的也可以。60歲都可以來。Is there a maximum age? We don't have a maximum age. 哦，沒有。哦。對啊，所以再老都可以，只要你有心。但你做警察之前啊，有做過哪個工作？ And I worked in the flight attendant industry and also as a ticket agent. And so being a spouse at the time of the. 之前的話是那個叫什麼聯航的空服員。Yeah, I know. How interesting. I never know about this before. 落差很大。像一般像這樣警察單位的女性多不多？ There is not. And it'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to recruit them because family, kids, things of that nature. However, we do have some very solid female officers that have had up to 4 children while working in this field, and we try to accommodate that. So it'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The pool of females is very small. 那實際上，做這一來也會有困難。You want me to be very honest? Of course. I will be very, very honest. If you're thin-skinned
and you're very sensitive when it comes to 身为女性警察， Sexual 他们 nature 会被视为一个歧视的对象 Sexual harassment 因为他们是认为说女性就是一个属于是一个被贬低的阶层，对，柔弱。有时候对于他们的同事之间以及对受刑人部分，他们会做一些不当的言论，对于女性而言，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不能表现出他们柔弱的一部分，他们得表现出他们强势的那一面。以前是 Sir please， 现在是 Don't move。Yeah, that'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before and now, before and after. 谈谈1970年代西方五权运动嘅时候，美国各行各业嘅西方人开始争取平等嘅权利。不过，伫也仍然是有难民嘅世界地图，西方嘅警官我得到信任、尊崇、和升官，真係無按改。雖然一下較好掉咧，不過無論係西方人，還係當地少數反後台地圖，想要做執法嘅條路，就天出去付出很卡多嘅心力來證明自己嘅能力。一下看到一片啊，動到嘅號碼、留嘅熒幕、留天花嘅用嘅，一下都俾佢做埋嘅用嘅。Driver, step back in your vehicle. Driver, step back in your vehicle. Back in your car. Get back in your car, sir. Get back to the vehicle, sir. Speak Chinese, sir? Speak Chinese?一下看到一片啊，動到嘅號碼、留嘅熒幕、留天花嘅用嘅，一下都俾佢做埋嘅用嘅。So basically, the screens are here for inmate visitations. And once they request a visit, they will come here and log in the visitation request. And then the family members will then come and find their assigned screens to sit for a visit. 我按你真运动封片的，因为以前来看个天师啊、天样啊，全部就会第落去个看守所了，有个栅栏、一个玻璃，然后电话拿起来就得面对面。对，然后记得就看得到，这个荧幕上会出现那个被关在看守所里面的人，没有错可以直接这样对话。对不过你像亚个系统啊，还全美国都有吗 No, right. No.？Just here？ There are some other ones, other facilities that have it, but we're one of the few select. 感謝科技嘅發明，本書行嘅屋企人唔用過為到短短嘅20分鐘見面，用提8到10點鐘來排列來檢查。大班56日，等於完成560組書行人老屋企人見面。冇想到看守所會出現安尼嘅規劃老福利，真經不愛太快眼界。就是人家看到一本身的裝備，就是一個基本的巡官的一個配備，就對。没有错，美国这些警察的装备和台湾警察装备确实是有一点不太一那样。看台灣的警察好像沒有配備這個電擊槍。Yeah, 前面條件要給你們看哦，這個就是發射出去的那個。没有错，没有错。 It'll fire out 2 prongs, approximately 15 feet when attached to the 15 feet. attached to the taser, and they will stick into your body and deliver a 5-second jolt of electricity. So one big muscle cramp. 对，所以基本上你就会整身抽筋。係剛剛有看到，佢背囊一特別啊，有2個手銬誒。一般來講，唔係就只有單槍一個天天嘛，有2個啊。 Sometimes you have a very big man. 啊，yeah。 You can't get their hands behind their back, and you can put 2 together to make it one big handcuff. Only in Texas。 Everywhere. 你將一個全部嘅配備，一早地試看你冇？你可以拿拿看啊。哇，哦，是不是真嘅有重量。May I try？ Last I checked, it was about 16 pounds. 16 pounds。其實不用到省風，還蠻輕鬆的，在這個还蛮腰圍的轻松部分。可是長久之下，其實會有很多後遺症，像是所謂骨頭方面的部分，還有頸椎上面。哦，對，後脊椎的部分啦。我要看起來呢個查檔的東西真嘅動多誒。你像一個 computer，它有什麼樣特殊的功用嗎？ OK， Computer it tells me where I'm at, where my partners are at, where every officer in the county is located, and it also tells us when there's a call, we can go and see where the calls are at, what's happening, where it's happening at, and gives us a description of what we need to know. And then if I want to, I can tell the call,
quickly to let me know Proceed to route. and Start now. give me directions over there. It's really helped us in getting the job done better. 懂得嘅工作可以不需要回到警局才可以做。 It's almost like that. It's like my little office. Little My office. office on wheels because I have everything I need, even my little printer 对 for whatever I need to do. So yeah. 哎，不过你平常在实习的工作也会跟着像警官他们一起出去巡逻吗？没有错。可是大部分的话，我是身为副手，基本上的话，我是从旁协助的一个角色。所以你也会配防弹背心跟枪吗？对，在正式执勤中的时候。乌阳标西蒙西，唔中切切切。啲地方人少嘅地主，民众保安每到派出所，连到去911派出一辆行通派出所。另外，因为美国宪法保障人做得有创嘅，故说差唔多啲啥都有创嘅情形下执勤，执法人员遇到嘅风险比其他嘅国家还要高。也未拄好喺世界人看到一出美国警察强势留下执法太超过形象嘅时间，可能冇注意到嘅原因。下来，因此地来体验巡警执行全部嘅情形。Driver, step back in your vehicle. Driver, step back in your vehicle. Back in your car. Get back in your car, sir. Get back to the vehicle, sir. Do you speak Chinese, sir? Speak Chinese, sir? Speak Chinese? Okay, come here. Come. 所以下一次你遇到了警察之后，就不要太快出来，等待我们接近。对，所以下一次你不用说出来，我们会来接近你。 Okay, sir. Do me a favor. Since you're visiting this country, please go slower. And if you're stopped by the police again, stay in the vehicle. 下一次你如果再被警察拦停的话，这里或许跟你的国家不一样，就先保持坐在你的车位上， For 对， your safety. 是为了你的安全以及我们警察的安全。好，对对对，OK 好 OK， Okay, sir. Have a good day. 哇，谢谢啊。其實剛剛韓國嘅世界看到佢兩三期都改變，真係會變緊張嘅。因為迄講真嘅談唔是英文吼，韓國伊佢條一數就變到個衝嘅當波啊，佢說有可能隨時會拔槍，因為有可能就是我們也影響到，也危害到他們警察的安全，真的會緊張那種感覺。其實我下來，就算我想要靠近你們，我也不敢靠近你們。不過你說。真的像你们在拦检人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基本的程序？因为我刚刚看你们好像就是从车子的两边按你喊勾一。It's closed, but it's not open. I mean, there's nobody hiding in the back. And if something happens, my fingerprint is on the vehicle. That way, if this vehicle drives off and maybe kills me or hurts me, we can put that vehicle at the scene of the crime. 曾经有遇到有一些犯人，他们在自己身上的部位藏一些武器。对，所以我们通常啦，在接触这一些所谓受拦截的对象的时候，我们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在美国这里的警察自由心证之所以会高，是因为没有所谓的业绩压力。对你出去，你今天没有给罚单，代表今天违规人数少。出去如果给了10张罚单或10张劝导单，那也并不代表你业绩好。对。不過唔通你停定一個教官幾個月時間呢 2 years. About 2 to 3 ？2 years. So how about your first time to see the Yan? Yan was a little shy, but it didn't take long to realize we had a diamond. We had a real diamond right here at our substation. We were very blessed to have him. That's why he ended up being the captain very quickly. 一路上，我从基础学员慢慢升到所谓学员长。关于执法方面，对，有的时候心理层面、心理压力上面，这是一定会有的。可是教官对于这方面来讲，对我做了很多开导，所以我很感谢说他有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正向的影响。我有一位很棒的人生导师。可能就會合作接觸社會上各種經驗，Jason 比起同樣年紀嘅同學，感覺還較緩衝。做地啲求學時節就前到人生嘅方向。對喺啲國外嘅人嚟講，我想還較係安天色彩嘅幸福。下來，好迷失嘅 Jason 愛帶我到 San Antonio 有名嘅 Mexico 路區 Market Square 來試下饕餮嘅 Tex-Mex Food，體驗全美國前3名嘅 Mexico 傳統。
Amigos. Amigo Champagno. Yeah. Welcome back to America, to San Antonio. But today we saw it as a Mexico style. Oh, yes, Yeah. it is. Everything you see on the table is very traditional to Mexico. You have the cathedral, Mexicana Poblana, the doll. Everybody has a good time. So they brought our margaritas. I have a coconut margarita. You have a traditional lime margarita, and then you have, very heavy. I think that's a pomegranate margarita. So tequila is the #1 spirit in the world. You can have tequila blanco, say blanco, Blanco. reposado, muy añejo. Muñajo. All right, this is a traditional salud. You say salud. Oh, salud. Kanbei. Kan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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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ud. Salud. Salud, everybody. Oh, kanpai. 其实金币呢，应该当成这个，应该这个感受到那种完全跟墨西哥人的那种热情。 All right, so this is what we're gonna do, my friend. Oh, let me get this. So we're gonna get guacamole. Is get some of your cabrito. Cabrito. All right, Greg. What you're gonna do? Make Put some of your sauce. salsita. You ready? Yes, 1, 2, 3. Delicious. delicious，好吃。你就那种蛮嘅调味啊，老嘅保守，对于墨西哥人嚟講，很重要，食飯嘅時間。 It was simple. It was inexpensive. You could find it anywhere. Easy to grow. So you can put beans. You can put rice. As a kid, rice and beans was perfect because you can find it anywhere. Yeah， But cabrito, oh my goodness. 其實真嘅說係懂後生呢，要給玉米餅，其實嗰種吃起來，其實它的那種纖維其實比較粗誒。没有错，没有错。你知道你平常的時間沒有這種吃要給墨西哥菜嗎？我常常吃墨西哥菜，真的，因为在这里啊，他们的主食大部分也是以米饭为主。哦对啊，而我们亚洲人来讲的话，也是以米饭为主，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啦，在美国人在异鄉為異客嘛，所以有的時候還是會想要以米飯當主食。是唔是就到地球南岸一片神話嘅細留學生，伊是因此前條嘅老家鄉連結嘅美食，也見當金山台嘅老店嘅，過去咪係當天美食講農工愛情家鄉味嘅好素材，也見美國小數24點鐘做成的全年無料嘅傳統，除咗本來感受到美食講人嘅熱情、老歡樂，老美國移民嘅三芒大兵，70年來還卡變做San Antonio做唔得缺少嘅神話風景。其實啊，喺許多東道嘅國家，真經鐵牌堂到台灣人喺美國啊，特別做警察嘅工作。咁你按你一個亞洲人的身份，不單個身材就是比他們的還要瘦小一點。落去真經你吃到各種感覺，做得接觸冇啲的。你亞下呢，我來吃寬呢，比美國啊特別健條那麼，你用亞特別粗口來真經懂感覺，好像穿越歷史回到過去。他们有的时候会做所谓的反向歧视，他们会认为，因为亚洲人在美国社会上来讲，我们算是一个比较高知识的族群，对他们就会笑我说：“你身为亚洲人，你去做你的律师，去做你的医生，对啊，你干嘛要来当警察？”我自己本身的信念有坚持住。该长时间用蛮去给他去突破这个点，或者说你做了什么事去让他们看到你的才能在哪里？哦，其实刚开始在进入警察单位做实习的时候，刚开始成为学员的部分，比较坎坷的心路历程，其实就可以用一部卡通电影来做阐述。什么电影？啊，那一部卡通叫做《Utopia》动物方程式。对，我觉得比较有感触的地方就是这只小兔兔警官，对啊，本身刚开始进入警界的时候，也是被大家不被看好，一路的他用他自己的才能证明他的实力，对，到最后就是成为了一名正式的警察警官。对，这个故事确实是对我而言是蛮写实的。那你现在既然去选择警察这个工作，那时候家里人听到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惊讶？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会，甚至目前的话，我妈妈还是处于一个反对的状因为况。毕竟是危险的工作。毕竟是危险的工作，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我其实针对他们这个烦恼，我自己有想要做突破。因为目前我正在A&M San Antonio 就读犯罪学，对，毕业过后，对于接下来人生的发展方向，我会想去报考所谓的联邦调查局 FBI。他们针对像我们会讲华语的亚洲人士有很强烈的需求，他们很需要会讲方言的人士，因为在当地的一些非法组织，他们目前沟通方面的话，就会以方言去做一个沟通的语言。很多时候警务部门在做监听监控的时候，他们单纯会讲中文的华人是不够的。以后你的工作跟性质其实算比较属于在办公室里面比较安全一点。没有错干你不看应该就做得接出来吧？关于是我爸爸的部分的话，他其实是支持的。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爷爷，嗯他支持的话也是给我一个动力。所以妈妈的反对是对我而言是一种互补，对，让我了解到我该怎么去满足他这个心灵层面上的需求，对，所以我就会想说，去像是选择后勤工作，甚至就是往联邦方面发展，以智取而不是以武来执法，对。Jason 讲，也分用生命做条路嘅职业，讲唔会行系骗人嘅。不过，伫天数配杀嘅歌唱地度，佢同时要寻到了心灵追求嘅答案，留自家嘅价值。伫希望对社会有贡献嘅太子眼下，虽然造成不可以想唔到嘅效率，迟到排泄，不过佢们三望期待平凡，当初见嘅为圆梦前进。祝福 Jason 做得做到嘅，让梦想实现。哇！人家下來到一個美國嘅沙區呢度，我哋前年嘅向前美期節，一係嘅木嘅。誒，來嚟 ，Hello， 欢迎欢迎 Hello 欢迎到德州来。谢谢这个呀很多 Hello，你會說中文嗎？湯姆斯好，謝謝你，請你冇教佢講。I do my best, but work. But 我們家小孩還會講一點點。哦，該懂好呢。還好還好，但是客家唔多。一個乜個東西？韓菜館。真客家年輕愛啊，韓菜館。我還等會做個朋友個。等一下你做本來是好。大概沒有辦法，今天謝謝你，謝謝，非常感恩。哦，哇，你不卡懂講呢？是你有亂炒炒，因為我差唔多再過個1年，我搬到達拉斯去。你有沒有搬過去嗰邊？公司上班的關係。哦。所以啊，他就在這個清理當中，大概冇亂看到的地方。唔會，非常包含。懂講。安之飛。喺啲美國25年嘅羅里明太子，係對苗栗來嘅客家鄉親。元旦是打算到美國讀經驗書嘅計劃，啲考到飛機師執照過後，返嚟台灣，也係啲美國清泰嘅天星公司做主管。雖然平常都冇閒，不過好理由嘅佢，今年就先帶定人去望一下 San Antonio 附近嘅5Q市場 New Braunfels。大姐，你講你遐行業嘅地方，係算一個德國嘅小鎮。嘿，不過剛好是你有沒有看到嘅德國人來那邊啊？也那個時候歐洲人、德國人啊，他們想往外擴展嘛，所以他們就有一個小團體，大概只有100多人，他們就乘風破浪來到這個地方。抽船的過來。嘿，抽船都跟休斯頓跟有一家廠司叫 Galveston，他從那邊進來，然後就往內陸走。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開始天氣就是變冬天了，所以他必須要 settle 下來。然後呢，他們就花了1100塊錢美金，他們就買了一些地，就開始建造下來，就留下來了。不過而家建造看起來係無馬槍嘅一種德國式嘅風格。Really looks like early settlers' towns. This is what they built in bricks and stuff like that. This would have been a main street. 基本上都是看不到那種，因為你移民來到這邊，你就是要盡量適應這邊的環境，還有就是語文啊，不然你沒辦法融入嘛。然後所以你大概看不到很多很明顯，但是呢，我們找到一塊，因為這條街就是以前的店家嘛，請人家來蓋的時候，他們會在
摆在就像我们的 mark， 就是哎，这是我们家的那种意思。Their name? Yes, it's a Showman. family name. 哦， Yeah. 像我们现在先看这2家吧，这旁边这2家看起来就是石灰岩建的，这应该就是比较久的。像那一间的话，大概有140年了。你看遐条东西，全部就东落的感觉，系冇？因为遐间黄金巷，迄全地主亲落嘅黄金巷，但像看到遐边厝的啊，就看得出来讲动有嗰种历史的感觉。还有遐地图又卖动作呢，摄影搞嘅玩具，你看全部係铁做的呢。你看佢也都也一般的店风看唔到诶。동서嘅限定小。喺移民祖上嘅美國，其中德國後代人程度有全美國總人數嘅17%。條牌單槍喺地主就有夾雜有德國移民祖上嘅城市，其中有172年歷史嘅 New Braunfels 就帶定當年德國移民嘅美國夢。雖然冇像過於安鬧熱，不過還係有點舊時代嘅老風情。一下呢，我要來吃飯呢，啲美國也得被剪條那麼。So we're just gonna clean up the neck and your sideburn? Yeah. Okay. Yep. 就是要稍微修一下都没。 Yeah. 你用那边抽好来整运动感觉，好像穿越历史回到过去。不要较有古调，唔要像人哋嘅较新式的嗰種剪頭那模吼。剃白的桂外剪頭那模。他们这些都是在一边，就是租个椅子在一边坐而已。那真正的那个店家他是不在这里啊，他是应该算是英国的后裔。我看得出来，啲美国也在整一个动作嘅装修强哈。是的。你看他最拿手的造型是哪一种发型？ They're so old-fashioned. Around here, okay. we just do kind of regular, old-fashioned haircuts, not really nothing very extravagant. I have done mohawks before. So can you do a mohawk if you want one? Oh, yeah, I can, but you're gonna have to cut off a lot of that. 猫王吗？就是那个叫什么？你们叫庞克头，对。你去知啊，冇咩生涯咧。不過冇想到今日還有機會到當地傳統嘅家庭體條輕鬆一下。老店人大嘴鼓，感受一下世上嘅淳樸友善。老飛機子隨意散步的時期，講到嘅因為啲美國當今嘅故，享受生命地度上到嘅美好老體會。如果你介老師，你有冇想要來那邊讀書？剛開始的是就是想講投給財務方面，想以後有專業啊做投資嘅都按那方面。但是因為一些個機會，然後認識會計，就往會計這方面去走啊。那我剛好以前在台灣有一個學妹，她那時候也在會計系，我就說我想去轉會計，你覺得怎麼樣？她說起笑哦。你有冇按那個？因为它比较挑战一点，就是你要拿它的这个会计学位，至少要念一门那个商务法，那再加上是英文，那更是挑战。老师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一点，那意思就是说你要花比较多时间去。那所以他那时候要转出去，那我就转进去了。我就是很运气，刚好旁边是一堆新加坡人。大陆人都是非常的努力向學的那種人，那就跟着他們一起往前衝。我畢業那一年就跟我老公結婚。因為他要去過那邊嘅國校，他們到美國留學，你記住，為到我哋把握有限嘅時光，留全副嘅精神用啲抗疫當背，喺啲學校讀到一生嘅盤，聽聽生嘅出色，兩三年對 Chicago 搬到 San Antonio。和老一隻充滿歷史嘅文化路上結合了緣分，聽聽飛機嘅腳步，到附近充滿特色嘅小鎮，享受初秋少年嘅美好時光。喺那邊看起來嘅感覺又冇同樣哈。它是一個歷史的小鎮，所以對面那棟樓是非常有歷史意義的。它是就是原先那個德裔民眾來這邊的時候，是一個聚集那個 social 的一個地方，是 dancing hall。它的名字就叫 Green。對，那也就是這個地方的一個名字。哇，你看上面，看起來很懂眼的哦。
你只要是有不怀好意啊，靠近这块石头，你就会被诅咒，要祭祀有没有？就会贡献美女啊，以祈求上天保佑。你睇到迄嘛個一個酒吧嗎？你都看到整間棟樓呢，你看那做個啊燈呢，還有那個旁邊嘅門啊，嘛個東西，哇，都買個棟樓嘅相片呢。也找不到有名的人來呀，用崇高的前面留念。哦，对，再看看里面，它有那个就是跳舞的场所，以前人社交的时候，它这都还维持原状。哇，這個暗態哦。係啊。呀，他其實係繼續有安尼 function， 有年差不多6點，然後就會來呀，給我教你跳舞，就會社交舞，還有西方的 line dance。充滿90年代風情嘅鬼後，對1878年經營到今，唔但將係地主當地千古老嘅舞堂，咪係美國當地有名鄉村歌手跳蛤蟆表演嘅素材，連 John Travolta 主演嘅 Michael 都試到要來拍片呢。其實要就是東涌人都每啲天樣地都看到嗰種戴着牛仔帽，然後穿着牛仔服裝。白天工作在棉花田裡啊，或者是在農場裡忙完啦，來這邊跟大家 relax 一下。其實你像嗰種是，像你按呢有即係給你去工作，差唔多拿幾多錢當係算？70錢到嘅頭路，上班咧幾個，我係一個小時半5個班。做得嘛？我說好啊，反正有薪水就好啊。你知道我拿到錢還要動聽啊，都唔抵住啱啱的硬做啊，也很努力的做啊，每天都加班啊。就是把我們中國人那種勤奮、那種奮鬥的精神拿出來做得很努力。結果後做到差不多3-4年啊，發現懷孕啊。那頭家講，不行啊，你禮拜6加班，禮拜天也要來加班啊。如果不行啊，那然後就辭職，所以我辭職。頭家講唔可以辭職，我想加薪。我講冇得，我走咧。後來出去之後，馬上就全部到頭路嘅啊。然後嗰時就起跳都15個月啊。嘅基本嘅。嘅基本嘅，嗰時上地講原來係按你本人壓榨。其實生完工作以後就很幸運，就進到一家新的公司啊。不過你像嗰個公司，你剛剛落去啲時間，房源有多嗎？整棟樓吧，大概只有我一個黑頭髮、黃皮膚的。咁你啲公司老太講呢，交朋友啊，適應嘅時間很做的嗎？因為有一段時間，我老公也是在同一個公司上班，然後有一天他回來就跟我講說：“你在公司的名字。”我說：“怎麼樣？”他說：“大家都知道你很不好欺負，但是呢，你還要很積極的去建立那個關係，這點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要懂風險工作，懂應徵啦，對不對？有的時候他們也是，就是我做完了之後呢，我有餘力的時候，我也很願意去幫助人家。那我有需要的時候，我只要一開口，人家也願意就是幫助。所以私底下的一些個那種大家互助合作建立起來的情誼，對 long term 來講都是很有幫助的。經過美國自從上嘅年輕世事過後，本太子弟弟喺啲外國當今出嚟專業，越來越進步，創造出自家嘅價值，更加曉得爭取自家嘅權益。故說也係擔任San Antonio台灣同樣非常嘅危機之。未希望做得做新移民嘅變白山，傾向當地台灣人嘅情感，一下老外未強用喺啲當地，本外國嘅想法有嚟自我上左派嘅溫暖。其實你像你先來到美國，你算是跟着大姐的腳步來的。伊啊無不同路的，我哋無共路嘅，騎來行，騎起來讀書。挨迄老牙老公強下來，可能係就是。佢就皮禿嘅，先來係皮禿嘅。嗱無上愛禿，結果佢禿一隻博士較勁嘅，無事做來禿啊！這禿到一隻好嘢出來，結果佢尋到工作，你好啊。懂孫熙咧，唐蜜來懂孫熙咧。因為我無讓人講困難嘅地方，太困難嘅。譬如講唔爭來，英文。人家語文係一個問題，做唔曉溝通，我係叫做識嘅東西，對我嚟講，動態麻煩。我就一開始來嗰下叫做基地自家講，要叫 ID Boston。咁你像
亮啥黑都差不多 Q 花的嘛，过来那片董群啊，接近你的感觉会不会你吃到一扎不卡你的那片？呀，迄种健油，心理上有某个问题吼，有嘛困难吼，有时候我不跟那位老朋友讲，做老弟讲，叫我把多时间你去谈，有时候吵闹呀我还多，但是有时候当然我呀有一天不同的时间啊，尤其我两个还去他地方上班。对啊。对啊，对，但是姊妹的吵吵啊，人感情。我还去。像你用啥都太好个时间就接触到一个西方嘅教育方式。不过你从小因为你台湾教育方式，像这个教摄影，你知道你会它偏向哪一种？我吃到啊冇乜嘅差別咧，就是講吃到讓我去教育到攝影的較好，因為像以前爸爸媽媽講法，所以就是所以你跟他反映狀態，你就說。哦，看到你們一個電視跟爸爸媽媽可以長相當好，那你印象裡面你就會記得，所以呀，這個學生也嚟看下，就會綜合中西兩片，哈，把這個製成的配方，你搞嘛去搞誰？啊，老家我還冇叫，因為我純種，按台灣人做嚟嘅，因為我經常馬路嘛係台灣人嘛，所以兩個講法方式全部一致，就按樣。但是现在都呀，看到觉得有时候老师你讲法哈，哎呦，轻声细语好像冇幾好用的呀。真嘅，看見到冇馬會馬聲音嘅。哎呀，嚟下個，嘿，即講聲音咧，無糖嘢嘅，唔必到幾好嚇，無糖到嘢嘅，甲較容易講用強迫的方式。比如講啊，有班啊，即係你講，你一下做來寫成，你一下一天來做乜解，然後見冇人講啊，哎呀，請我數1、2、3、4嘛，佢睇個反應講。做嘛英雄對愛，佢講我做嘛馬記，我講我咩忙，我只是很講以後嚟做。佢講咁你做嘛強兵啊？我老師唔會按樣，佢幫人反應，但是我睇下冇，我睇本身佢係談法。喺外面數位教育，喺外面上課轉來，我感覺到木卡樓學校兩邊有啲唔同。啲重視教育制度，各自嘅好嘅，啲文化衝擊制度，好似慎重。橫跨兩代移民嘅阿妹，三網克服係啲外國天才會遇到嘅問題，留世人相互學習。三尾本人感受到客家社會人同色彩有無數唔嘅敬愛。天英兒，Vicky 愛帶人去踏足其他自然奇景之一，來看 Enchanted Rock 嘅魅力。看上邊，看又很動眼嘅哦。係一段路哦。唔過一邊看過一陣嘅動法，因為氣候的關係，我這個感覺到來到也是咧，留喺度嘗試機會，對主人嘅心胸較開闊。我話這個，就平常上班要當地方有時間的時候出來，落去行行嘅，有個地方呢係一接上會帶朋友來嘅地方，朋友來就會帶佢來，但是上班來係幾年前的事情了。對啊，其實也特別咩，算係嘅來地主要特別天才來嘅地方就係。那以前剛開始，他就是美國印第安人，他們大概就是聚在這附近啊。那時候白人入侵的時候，他們就會跑到這邊來避難。那他說啊，你只要是有不懷好意啊，靠近這塊石頭，就會被詛咒。也睇睇呢個 Enchanted Rock 係全美國第二大嘅金沙山，11年來啲有法有平嘅地主土地方，擁有一種靈性嘅魅力。因為地主藝術條東西，到按部條變人，佢就會叫到嗶嗶嗶嗶響。因條很人就以為一地係有魔法嘅石頭，故所揾到 Enchanted Rock， 一種強行未係太子樓每嘅肉天，強下轉到阿美寬態度嘅世界，佢也神嘅建議。其實啊，除非你談到你條太人對攝影嘅教育嘅想法，基本就做來談下嘅女兒對你的看法。媽媽是台灣人啊，你覺得媽媽的對你的教育啊，跟同學的媽媽會差很多嗎？ My mom is more strict, and over there, over here, they're more lenient and not as strict. How strict? Extremely strict. Something. In what way? With homework and schoolwork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golf. We have a goal, so we need to get to the goal. Right, we need to stick with that. More discipline.
more discipline. Yeah. Your dad and your mother, how different? They're not that different, but sometimes they are. Like my dad's more open-minded, but she's willing to try more things, and my dad's more lenient, like willing to let me do something. That's normal for Americans, but for Mom, she's more willing to let me do something that's normal for her culture to do, and so it's different because it's just I don't know how to say. 像比如说我去学高尔夫球，对不对？既然已经选定了一样东西，我就很坚持说，你一定要把它学好。爸爸就说，反正今天去上一下课，明天缺课也可以，差别是在这里。所以你的同学他们会比较，你会觉得他们比较轻松吗？ Yeah, they're more relaxed. What can you like more? I like this one better. Whoa. If she wasn't strict, I probably wouldn't get anything done. So. Good. I'm glad you like it. 还是因为妈妈在旁边No, that's not why. She's the good mother. 有段时间虽然讲对佢哋嘅生活嘅要求啊，啲學校方面都嚴條，不過他們好像也覺得說是一個同好嘅方式。因為有啲事情，佢哋平常唔會老人講，今日有到機會，堂都叫佢講出來，你就很欣慰。有時雖然會講can啊、發can啊，但是堂到安尼，佢哋可以接受，是一條心裡一條。其實就像我知道你嘅人生嘅階段嘅嗰種，你後生來到呢邊讀書、做社故鄉，我知道你是5年來吼，其實沒當時有轉去台灣嘅。時間的限制吧，最近因為工作嘅時間也久誒，假期也比較多。跟我爸爸媽媽年紀也大誒就是說要嘅時間轉去，也有一隻正經應該要轉去嘅一隻目標，所以較早轉去，當然就會轉去了。想想要當感慨，前幾年我在參加一個朋友嘅喪禮，他也是年紀老下強安泰，他今年喺來美國讀書。成家立業，也是2年前就是得到癌症。他小孩子比我們家的小孩還小，結果上個禮拜6去參加他的追思禮拜，他已經離開這個人世了。所以就是跟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就是說，對你目標是要去追求，但是你在你當下周圍的人事物，你也應該要好好的去把握，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事情。西藏人士講，唔止係天公人先到，也係下人聖人先到。平通流意外帶來嘅無常，就從建中提倡定將係盡全力落實做條路嘅危機之用慢腳步。重新思考生命地圖，馬該先做。每提倡人愛兩萬啲無常嘅人生地圖，真相所愛嘅人，本自家老夫卡人過到很加幸福美好。感謝Jason老為佢哋幾5年熱情嘅招待，本係啲成通了感受到無窮樣嘅啟發同溫暖。